上一條片講到我哋試用 Gift Vision 嘅 Sight Plus Headset， 帶住佢弱視球迷就好似開咗外掛咁樣，可以將你眼前嘅球場畫面放大，加強對比，等佢哋都可以真正睇到個波喺邊。而今條片呢，就同大家睇下佢兩種模式嘅視覺到底有幾唔同啦。而家大家見到嘅呢個就係數碼望遠鏡模式。呢個模式係用緊 headset 前面嘅鏡頭，直接拍住你眼前嘅球場畫面，再即時幫你放大同埋增強影像。球迷可以用個遙控 zoom in、zoom out， 聽住 AD 自己揀想睇邊個位置，球員走位、傳波、射門，連邊個係邊個都睇得清清楚楚啊！如果你坐得比較遠呢，呢個模式就好似幫你帶咗個超級望遠鏡入場咁樣。而另外一個轉播模式呢，就好似你平時喺屋企睇電視直播咁樣，不過畫面呢就直接出現喺而家你對眼嘅前邊，角度清楚，畫面穩定，仲有慢動作同埋精彩重播可以睇。好似而家大家見到呢，就係比賽上半場結束，轉播畫面呢會見到球員嘅大頭。呢個模式你一邊可以用轉播角度睇清楚個攻勢係點，另一邊又可以感受現場氣氛，同隔離位一齊拍手、一齊歡呼、一齊鬧人。對於視障球迷嚟講，呢個真係將入場睇波變返做一件可以真正享受嘅事啊！希望香港都可以用得到啦〜